大家好，我係策局達人。喺開始今日嘅話題之前呢，想問下大家嘅一個問題喎。喺香港啊，邊個圈子裏邊嘅人呢係最品流複雜呢？冇錯，就係娛樂圈啦。喺呢個圈子裏邊，壞人何其多，但亦都有唔少嘅好人嘅。咁以下我講嘅呢三類人呢，當佢哋遇上姜濤嘅時候，會擦出啲咩火花呢？首先我要講嘅第一種人就係衰人啦。大家記唔記得呢幾個人嘅名啊？黎芒、周啟生、盧覓雪啊等呢班人。嗱，佢哋並唔係同一夥人，但係就有一個共通點呢，就係恃老賣老，以惡意批評人哋呢係嚟刷存在感啊！咁佢哋對姜濤嘅成就呢係睇唔順眼嘅，無他嘅。佢哋喺娛樂圈打滾咗幾廿年都唔紅，淨係識打鼓、彈吉他、做主持啊。而姜濤一出道呢，短短幾年就已經係紅透半邊天，fans 呢係成街都係滿是人，唔多唔少啊。佢哋心理上都係唔平衡嘅啊。咁所以咧就用偏見咧去睇姜濤嘅言行，甚至咧對佢進行人身攻擊噃。例如黎芒咧喺佢嘅 Facebook 度咧係曾經咧爆粗鬧姜濤話係咪 shot 差咗啊？嚇咁啊！另一個周啟生咧就暗串姜濤咧唔識唱歌，就要姜濤去揾老師學唱歌。盧覓雪就仲衰啦。喺嗰次姜濤意外墮海一事上邊呢，就話姜濤咧係智商有問題。呢啲人嘅言論啊，係充滿火藥味，一時間係媒體上邊係曾經爆出火花，但最後傷到嘅係佢哋自己啊，對姜濤咧係絲毫不損。呢一班嘅娛樂圈爬蟲啊，咁咧就只可以用4個字嚟去形容佢哋。就係自作自受。好啦，第二種人呢，就係賤人啊！呢啲人唔單止口賤，佢嘅人格同心地咧都好有問題。王晶就係呢一種人物嘅代表啦。王晶不時喺佢嘅 channel 嗰度咧，用爆人私隱嘅方法，以博取 view 數嘅流量。咁早排咧就將姜濤擺上台。話姜濤咧係歌雞舞賤，無緣無故咁去欺負一個善良嘅年青人。嗱，王晶本人呢，雖然係名為導演啫喎，但佢所有嘅作品呢都係走低俗嘅路線，一直都係以拍風月片咧為主嘅，鹹味十足，用損害同埋踐踏女性嘅尊嚴咧作為揾食嘅本錢。嘩眾取寵咁去滿足嗰啲低層次嘅觀眾，而嗰次佢條片一出，姜濤呢就卻以呢個4兩撥千斤嘅力，輕淡咁回應就話：唉，得啖笑。好啦，咁啊及後呢，反而呢有好多個 KOL 睇唔過眼，就出嚟幫拖啦，為姜濤抱不平，紛紛咁出片呢，批評王晶係冇口德。口不擇言，輿論一面倒咁樣係站喺姜濤嘅一邊，連講開政治話題嘅一啲 KOL 啦，都加入咗呢個倒晶嘅行列，直斥其非。王晶呢一鋪啊，唔單止賺唔到姜濤嘅熱度啊，反而咧仲自暴其醜啊，將佢口賤同低劣嘅人格咧係表露無遺。咁呢一鋪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佢啊，就係自取其辱。好，講完呢一班壞人呢，最後講嘅一類人就係好人啦。嗱，我對好人落嘅定義呢就好簡單嘅啫，只要係識得欣賞姜濤嘅人呢，絕大部分都會係好人。咁呢啲人呢，就包括娛樂圈中係德高望重嘅嘟姐。佢不時咧係對姜濤嘅人品咧係讚不絕口嘅，而
香港嘅著名海報大師阮大勇先生咧，更加係姜濤嘅粉絲。一直以嚟咧，佢不斷咁為姜濤咧去創作呢個肖像插畫，仲準備咧為姜濤咧開呢個畫展嘅。咁啊，另外一個國際知名嘅香港舞蹈界嘅泰斗啊，係梅卓燕老師咧。咁啊，佢曾經為姜濤嗰個個人演唱會圖啊，成功咁咧係編排咗一系列嘅呢個嘅舞蹈，排得好成功。咁啊，事後咧，佢更加係親口承認咧，自從嗰次演唱會之後咧，佢就變成咗姜糖添。咁所以好多同姜濤合作過嘅人咧，都會被姜濤嘅人品同埋工作嘅態度咧係感動咗㗎。而大家都熟悉嘅一個公眾人物啊，叫做馬時亨咧，都話好欣賞姜濤嚇。咁最近呢，佢就製作咗一系列嘅以獅子山精神為主題嘅清談節目，專訪咗咧係10位對社會有傑出貢獻嘅人物。咁其中一個就係有姜濤啦。喺佢接受鄭丹瑞訪問談及姜濤嘅時候，就表示佢啊喺呢個訪問之後咧，都好欣賞姜濤。馬時亨當時對姜濤嘅評價咧，主要有2點。第一，佢話姜濤嘅面相啊係生得好好，睇落咧令人好舒服，一睇就知道佢係一個好人。第二個 point 咧就係佢話姜濤嗰個人呢係好謙虛又真誠，所以喺佢訪問完姜濤之後呢，佢對姜濤嘅印象咧係非常之好。佢嘅清談節目咧已經喺9月13號咧就出咗街，咁啊每逢星期六咧就會播出一集。咁啊請大家咧留意咧就係姜濤受訪嘅嗰一輯啦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咁睇下我有冇講大話啦。好，咁所以啊，凡係當佢哋同姜濤互動嘅過程當中咧，大家嘅人品同埋魅力咧都會係互相輝映，係會擦出明亮嘅火花，彼此嘅形象咧都會顯得係格外高雅，層次係遠遠超過嗰班媚俗同埋冇品嘅娛樂圈失敗狗啊！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你哋認為我講得啱唔啱呢？就可以留言話我知，等我檢討一下。如果喜歡呢條片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like，多謝晒，拜拜。